让雷的，请们。别的偷语。没关系，你再讲一次，你再讲一次。注意啊，新科注意啊，天哪把个卢卡，这卢卡就是高飞啊，高飞，嘿，石头永远按错。啊，要不要主导？寿司。苏轼就是意思，众人面前承认天哪爸，承认主耶稣，负责天哪爸儿女给名分，天时天君来缓冲哦。这主导文背一下啦，主导文慢慢的讲，不要太快。俺记得天阿爸兄弟哈，俺们在天殿给阿爸，愿意给命受尊重，愿意在世间掌权，愿意给旨意实现，在地上就像在天上一样，是俺们进步一个饮食。要将俺们给亏欠，就像俺们要将亏欠俺们嘅人一样，唔好叫俺们做到切中嘅考验，叫俺们脱离恶魔嘅手，因为國權柄榮耀，強起你嘅，阿門，哈利路亞。